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长郭文泰昨日喺直播的节目来压料，讲高虹安之所以会一直向对咧拍，是因为新竹市有一个牵涉到100亿的土地变更。结果林志坚虽然反驳，讲这是恶意的谣言，郭建明嘛来呛郭文泰冷笑话黑白讲。郭文泰再起来回应。 讲昨这个郭建明甲林志坚气噗噗甲回呛，实在真好笑。郭文泰讲，伊敢若讲新竹有牵涉到100亿的土地变更，因两个人就家己跳出来讲，迄就是新竹马街移动病院的问题。郭文泰讲，这就是不打自招，家己主动来承认。 想袂到这郭建明甲发文章讲伊的心内话讲这个新竹是一生无法度挂下的故乡，才会用更加严格的标准来检视高虹安。郭建明讲，伫咧选举前，伊要甲郭文泰甲高虹安讲一声对不起，真歹势。柯建明跟林志坚气急败坏的回应。 我觉得这实在很好笑，我什么都没有讲，我只是讲说有涉及100亿的土地变更，我就想起一个成语呢，不打自招啊。前一讲，则伫咧直播中压了，讲新竹几若地土地变更超过100亿，意思咧讲换一政党，厂商可能在咧换。这个话讲出嘴，民进党去甲扑跳，扣郭文泰笑讲，也袂结就先一追。这个老客现在开始诉诸温情，你知道？第一点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弟弟妹妹，还有我的一大堆的亲戚都还在新竹，我绝对是爱新竹，因为新竹是我的故乡。周磊、柯文哲、高安，我向他们表示歉意，因为在维护我的故乡，我一定要给他们最严厉的谴责。 这件代志是因为郭建明讲新竹市是伊的故乡，所以才会对因这么严格。选举本来就输有赢，不过伫咧高虹安现象内底选战，这战万不幸无赢，所以是台湾规个世代价值。这敢是咱要爱民主？选前要甲郭文泰、高虹安讲一声实咧。选举打到现在真的很少看到有这么负面、这么夸张的一次选战的方式。那我觉得柯建明总召要道歉的，并不是柯文哲或高虹安，而是应该向全台湾甚至全新竹市民来进行道歉。任何事情都要摊在阳光下。你过去做的任何事情，我想走过必留痕迹。 立碑小家对手阵营无看在眼内，高虹安透早无公开现场，后来阁雄雄出现伫咧城隍庙拜拜，下晡到要面前扫街，郭建明拍比金牌，大家敢会同情？明仔载选举，胜赢胜输，真紧就知。